中國最可怕嘅10款造假食物，315記者冒死拍攝嘅恐怖畫面。第一名，你竟然每日都食緊，你可能完全唔知道，我哋每日食入口嘅食物其實充滿危機。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顯示，全球每年有超過6億人因為食物中毒而患病，當中有42萬人不幸喪命。而喺中國，自2003年震驚國際嘅毒奶粉事件之後，食品安全就長期被列為高風險範疇。根據官方數據，單2014年，中國沙門氏菌中毒人次就高達300萬，而呢啲數字仲只係食品安全問題嘅冰山一角。今日就跟住阿姐一齊嚟睇下10款中國最可怕嘅造假食物。2005年年初，廣州天河區嘅肉菜市場最先傳出令人不安嘅消息，一種外觀同真雞蛋幾乎冇分別嘅假雞蛋正悄悄流通。呢啲假雞蛋批發價只係大約0.15蚊一隻，係真雞蛋價格嘅一半。超低成本令佢哋好快喺市場蔓延。更令人震驚嘅係，有啲不法分子唔單止自己生產販賣假雞蛋，仲大搖大擺開班所謂假蛋學堂，收560蚊學費教人點樣做假。喺暴利驅使之下，好多人蜂擁而至，學成之後再將技術帶返自己地區，令假雞蛋流通範圍不斷擴大，形成一張危害市場嘅黑網。假雞蛋嘅主要原料係碳酸鈣、海藻酸鈉、明乳等化學物，呢啲原料成本極低，按當時市價計，一隻假雞蛋成本不足0.1蚊，但批發價就可以賣到0.15蚊，零售價仲同真雞蛋差唔多。呢種用化學物做出嚟嘅假雞蛋完全冇蛋白質、卵磷脂等營養成分，對人體健康有極大危害。當中嘅明茸長期攝入會令鋁喺人體累積，影響身體吸收鈣、鐵等礦物質，損害神經系統同骨骼健康，尤其對小朋友同老人家傷害更嚴重。2005年3月，廣州工商部門果斷出手，經過周密偵查，成功搗破多個假雞蛋生產中心。之後又喺塘廈鎮搗毀一個專教造假技術嘅培訓窩點，拘捕相關涉案人員。2006年盛夏，湖南湘潭一間隱蔽倉庫，當執法人員撬開鐵門嘅時候，成山白色晶體喺陽光下反射住刺眼光芒。呢啲睇落同普通食鹽冇乜分別嘅物質，其實全部都係未經處理嘅工業鹽。呢一幕揭開咗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期間，由徐建國為首嘅犯罪團伙製造販賣假鹽嘅驚人內幕。呢班人從湖北低價購入780噸工業鹽，再喺湘潭郊區非法加工場用簡陋設備分裝，冒充成家典食鹽，然後以市價40%嘅低價批發俾零售商。1年之內，呢個團伙就非法牟利超過80萬蚊，而呢一批毒鹽足夠30萬人食用1年。工業鹽中含有大量亞硝酸鈉、鉛、砷等有害物質，當中亞硝酸鹽係劇毒，成人攝入0.2克就會出現中毒反應，3克即可致命。長期食用會引發高鐵血紅蛋白血症，造成頭暈、心悸、呼吸困難等症狀。嚴重嘅時候，甚至會引起器官衰竭。更隱蔽嘅危害係，工業鹽完全唔含碘，長期食用會導致甲狀腺腫大等碘缺乏病，對孕婦同小朋友嘅成長發育會造成不可逆嘅傷害。2011年寒冬，中國乳製品行業再次被推上輿論風口浪尖。12月24日，國家質檢總局公布一份抽檢報告，如驚雷般炸裂。蒙牛乳業有限公司生產嘅250毫升純牛奶被檢出黃菊醪毒素 M1 超標140%，實測值高達1.2 μg/kg，遠遠超過國家標準規定嘅0.5 μg/kg。呢件事嘅導火索源自奶源環節。質檢總局調查發現，蒙牛微生工廠嘅原奶質檢員喺前期檢驗中出現重大失誤，冇檢出因飼料霉變導致嘅黃菊醪毒素超標。奶牛食用被黃菊醪毒素 B1 污染嘅玉米同花生秧之後，毒素經代謝轉化成 M1 進入乳汁。黃菊醪毒素 M1 係世衛認定嘅1級致癌物，其毒性係氰化鈉嘅10倍，長期攝入可導致肝癌、胃癌等惡性腫瘤。呢種毒素仲具備極高穩定性，普通巴氏殺菌同高溫處理都無法完全分解。事件曝光之後，蒙牛喺港交所復牌後，股價暴跌23.95%，單日市值蒸發111億港元。北京市場蒙牛牛奶銷量急跌37%。2013年5月4號，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一則報道，
如驚雷般震撼全國。山東省略坊市峽山區黃家莊街道多條村莊被揭發大規模違規使用農藥神農丹種植生薑。記者深入調查發現，薑農將神農丹同化肥混合後施落薑田，每畝用量高達8至20公斤，遠遠超過農業部規定嘅2至3公斤標準。而且喺生薑整個生長週期內要施用2次，安全間隔期縮短到60日，只係標準150日嘅2/5。神農丹主要成分係替滅威，係全球毒性最高嘅農藥之一。大鼠急性經口毒性 LD50，僅得1.0 mg/kg 50毫克就足以令成年人死亡。其特點係能夠被植物根系吸收，再傳導到全株，令山薑中農藥殘留極度超標。更令人擔心嘅係，過量施用神農丹會透過灌溉滲入地下水源，而峽山區部分薑地更係緊鄰國家1級水源保護區峽山水庫。一旦污染擴散，將對周邊居民飲水安全造成毀滅性威脅。當地薑農其實非常清楚神農丹嘅危害，用呢種劇毒農藥種出嚟嘅薑，佢哋自己根本唔食，但喺利益驅使之下，仍然選擇鋌而走險。事件曝光之後，遮坊市迅速啟動應急處置，查封非法銷售神農丹嘅相關單位，查獲已售出嘅375公斤神農丹，涉及126畝薑地，並對使用神農丹嘅全部薑田進行翻耕銷毀。豬血本來係餐台上面營養豐富嘅食材，但係人造豬血嘅出現，卻令呢一份平常美味變成威脅健康嘅隱形殺手。2009年，武漢一宗駭人聽聞嘅案件，揭開咗人造豬血造假嘅黑幕。當地黑作坊老闆從屠宰場低價收購豬血之後，喺簡陋民房入邊將少量真豬血同甲醛、工業用鹽以及染色劑混合調製成假豬血。要知道，甲醛會引起基因突變同癌症，亞硝酸鹽可導致中毒並轉化成致癌物。長期食用假豬血會大幅加重肝腎負擔，甚至危及生命。佢哋再用邊三輪將呢啲問題豬血配送到30幾個菜市場同餐館，形成凌晨生產、清晨售賣、傍晚回款嘅黑鏈。最終，武漢工商部門出動數百人清查，摧毀5個造假窩點，查獲含甲醛嘅假豬血60公斤以上。時間去到2023年，廣東陽江再爆出牛血冒充豬血嘅案件。犯罪團夥由2016年開始，以牛血、水、鹽作為主要原料，再加入不明物質調製假豬血，檢測顯示完全冇豬源性成分。佢哋將窩點設喺偏僻山村，僱用親戚幫手生產，用3至4蚊1公斤嘅低價售俾農貿市場同配送公司。7年間非法牟利340萬蚊。2001年7月底，廣東省衛生、公安、工商等部門喺廣州白雲區某條村查獲一宗震驚全國嘅毒大米案件。3個又焗又污糟嘅倉庫入面，308噸過期儲備糧被非法加工成優質大米。呢啲袋裝原米早就發黃發黑，爬滿蟲絲，仲散發刺鼻惡臭。但經過漂白同拋光之後，即刻變身，以每噸2200至2700蚊嘅價格流入廣州同周邊地區嘅酒樓、食堂同糧油鋪，甚至遠銷湖北等地。經檢測，呢批毒大米入邊黃菊醃毒素嚴重超標。呢種由黃菊醃菌產生嘅毒素，喺高溫潮濕環境極易滋生，其毒性係砒霜嘅68倍，被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列為1級人類致癌物。嚴重者喺2至3星期內就會出現肝脾腫大、腹水甚至昏迷，長期攝入會大幅增加肝癌風險。更令人髮指嘅係，不法分子為令陳化米睇落晶瑩透亮，居然喺加工過程中加入礦物油。呢種工業用油含多環芳乙、重金屬等有害物質，唔單止會引起急性中毒同嚴重腹瀉，長期蓄積仲會損害神經系統同肝腎器官，誘發癌症。毒大米事件引發嚴重公共衛生危機。廣州市民因為食用問題大米集體求醫嘅新聞曝光之後，成個廣東地區陷入恐慌，好多家庭被迫改食麵食，大米銷量急速下跌。2007年3月15號，加拿大寵物食品製造商菜單食品公司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報告14宗寵物死亡個案，所有死亡寵物都出現腎衰竭症狀，涉及該公司喺2006年12月至2007年3月期間生產嘅肉粒加肉汁類貓狗食品。翌日 FDA 展開調查並宣布首次召回，涉及近100個品牌，超過6000萬袋寵物食品。
成為美國史上規模最大嘅寵物食品召回事件。調查揭示，污染源頭嚟自中國供應商徐州安營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同賓州福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生產嘅小麥麵筋同大米蛋白濃縮物。呢啲原料被非法加入三聚氰胺，用嚟虛增蛋白質檢測值。三聚氰胺又被稱為蛋白精，喺100克牛奶入邊加入0.1克三聚氰胺，理論上就可以令蛋白質含量提升0.625%，而且三聚氰胺呈白色無味，加入食品之後唔易被察覺。三聚氰胺喺體內分解會形成結晶體，呢啲結晶體會喺泌尿系統聚集，形成結石，容易引發泌尿系統結石，造成腰痛、血尿等症狀。長期攝入仲會損害腎小管上皮細胞，進一步影響腎功能。嚴重嘅時候甚至危及生命。呢次事件造成嘅經濟損失同樣龐大，召回涉及超過150個品牌，包括 IM's Purina Hills 等知名廠牌。菜單食品公司股價暴跌45%，最終被逼破產重組。2008年初春，一則關於速凍餃子嘅消息喺日本引起軒然大波。兵庫縣有一家3口食用中國河北天陽食品廠生產嘅速凍餃子之後出現嚴重中毒症狀，幾百公里外嘅千葉縣2戶共7人，亦因為食用同款餃子而命懸一線，當中1人一度危在旦夕。檢測結果顯示，呢啲餃子入面含有超標100倍以上嘅高毒農藥甲胺磷，一場跨國食品安全危機正式爆發。其實事件序幕早喺1個月前已經出現。2007年12月28號黃昏，千葉市一對母女將速凍餃子當晚餐。母親回憶，第一啖已經嘗到奇怪嘅藥味，第3啖嘅苦味令佢即刻吐出。3歲嘅女兒仍嗌住好苦再吐出餃子。20分鐘後，母女2人出現頭暈、嘔吐、腹瀉，母親體溫急降至34度，之後2日完全冇力氣活動。8日之後，兵庫縣高沙市又有一家3口中招。51歲嘅父親食完即刻上吐下瀉昏迷，18歲嘅兒子吞低餃子10幾秒就跌落椅度暈倒，醒翻時已經喺醫院。呢種高毒有機磷農藥會抑制人體膽鹼姊妹活性，令神經遞質乳腺膽鹼大量蓄積，引起頭暈、嘔吐、肌肉震顫等症狀，嚴重時甚至會因呼吸衰竭死亡。經中日聯合調查，事件最後確認係工廠內部人員報復式投毒，犯罪者呂月婷被判無期徒刑。好多人以為假酒只係落啲水，聽落好似冇咁嚴重，但事實往往殘酷得多。2004年5月9日開始，犯罪嫌疑人程才明、葉新寧等人將未經許可嘅工業酒精出售俾散裝白酒製造者，呢啲人再將工業酒精貼上食用酒精標籤，供應到廣州中樂潭、太和鎮、天河區等地嘅散酒窩點。短短幾日之內，呢啲窩點就用咗大約1500公斤含高濃度甲醇嘅工業酒精勾兌散裝白酒，並迅速流入街邊小店。喺5月11日至13日夜間，飲咗呢啲假酒嘅市民紛紛出現中毒症狀，其中14人不幸喪命，41人出現一系列嚴重中毒反應。甲醇喺人體內絕對唔係好嘢，而係劇毒來源。進入人體後，甲醇會被肝臟酶逐步代謝成甲醛，再變成甲酸。甲酸毒性極強，會引發代謝性酸中毒，破壞神經系統同器官功能。最典型嘅後果就係視神經受損甚至失明，若大量攝入更加可怕，會造成肝腎衰竭、呼吸衰竭，並迅速導致死亡。只要超過5毫升就可能損害視力，10毫升會出現明顯中毒症狀，30毫升就可能致命。甲醇酒嘅恐怖之處在於毒性隱蔽，甲醇無色透明，味道同乙醇極為相似，肉眼根本分唔到，而且飲咗之後潛伏期好長，通常要12至24小時。甚至更耐先出現早期症狀，等到大多人發覺時，中毒往往已經好嚴重，治療黃金時間已經縮窄。你或者好難想象，中國係全球最大豬肉消費國。2024年中國豬肉消費總量達到5795萬噸，佔全球消費總量嘅50.58%。然而喺龐大市場需求背後，注水豬肉嘅泛濫程度遠超大眾想象。大型注水窩點日均可以處理200至300頭生豬。遼寧黑山廣源屠宰場喺18個月內注水生豬數量就超過6萬頭。而呢一切嘅源頭要追溯翻去嗰一年2017年2月至8月期間，山東柘園某次團伙更加上演驚人瘋狂一幕。
僱用多人對每頭待宰生豬反覆注水4次，平均增重約5斤，同時注射鹽酸腎上腺素。呢段期間生產同銷售嘅注水豬肉金額高達8446萬幾蚊。呢個犯罪網絡分工明確，袁某智嘅姐姐負責檢根調度，叔父負責趕豬放風，形成一條嚴密嘅黑色利益鏈。最終袁某智等人因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判15年至7年3個月不等嘅有期徒刑，罰金最高達4000萬元。注水豬肉嘅危害早被科學證實。2010年鄭州檢測數據顯示，注水豬肉中沙門氏菌超標17倍，大腸桿菌群超標23倍。呢啲致病菌足以引發嚴重食物中毒。不法分子注入嘅多數係污水，內含亞硝酸鹽等有害物質，會令到豬肉屠宰後更快腐敗。而強行注水會破壞生豬體內水分平衡，造成胸腔受壓、呼吸困難、組織缺氧，處於半窒息同自我中毒狀態。腸胃膨脹之後分解並產生胺等有毒成分，呢啲毒素最終會隨豬肉進入人體。從營養角度睇，額外注入水分大幅降低咗肉類有效營養成分比例，消費者俾咗肉價錢，卻買咗大把水。更令人憂心嘅係，有啲不法分子為令水分留得更耐，仲會加入洗衣粉、明膠、阿托品等物質。呢啲藥物殘留會引起過敏反應，長期攝入阿托品更可以造成神經功能損傷。新鮮豬肉入邊嘅水分原本係被細胞同蛋白質牢牢束縛，切開嗰陣唔會流出，但注水豬肉嘅組織間隙充滿游離水分，唔單止口感變差，更會變成疾病傳播嘅媒介。多謝各位收睇今期奇聞日事，歡迎大家留低你哋嘅意見。如果中意呢條片，唔該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個頻道。我係阿姐，同我一齊踏入呢一個充滿未知嘅神秘領域。